南投市红山社区的关怀据点，平常时啊都有咧替时代安排课程甲活动，为着要互老大人接振动较袂退化，因就经老大人较熟的台语歌教因比手语，毋但学着在家，嘛愈来愈有自信。那唱熟悉台语歌，那比动作，这是南投市红山社区替老大人安排的手语歌课程。为歌词那亲像讲出老大人的心声，有时阵阁会唱甲流目屎。我红晒算过往7、8个月啊，唱到这条歌，心就酸啊，安尼。遭遇到一些离开的情形，这个是我们必经的。那在歌词里面呢，就会有所感动。手机歌指导老师指出，因为南投市八卦山顶为咗老大人拢是讲台语，所以伊尽量会将台语歌来教，那老大人较愿意学。另外，指导老师表示，练手机歌爱记歌词甲手机的动作，嘛会当训练老大人的手甲脑，互因较袂退化。因为咱有的长辈伊是听无国语的，你若用咱台语来教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哇，那会唱着我的心，所以讲伊愈唱会愈欢喜，伊愈学嘛愈有兴趣。啊，这个双手若动起来吼，伊失智啦吼，也是讲咱的手的活动力吼会较好。红山社区理事长南宏仁表示，社区的老大人学手机歌已经有5、6年的时间，学这项在家有老大人讲，毋但感觉记忆有变好，嘛愈来愈有自信。记者辛怡南投报道。